在个新闻来看，新竹的消息，新竹市光复高中头一摆拍联赛 HBL 联赛冠军赛，就得到校史头一座冠军的奖杯。为了感谢学生替新竹市篮球运动写历史，市长林志坚这个慰劳辛苦的光复高中的球队，特别伫中昼请这选手食牛排，打算伫拜五要伫基城举行英雄之夜选手的见面会，邀请民众做伙同乐。 新竹市这一次呢，我们特别不仅发出了这个100万的奖金，要来鼓励我们这一些孩子们。更重要的，今天我们邀请孩子一起来吃牛排，这个是我对孩子的承诺。我们也号召了新竹在地的鸡排店那在周末要发出5000份的鸡排这个全市市民同欢。 其实这4年来，光复高中呢为进入8强赛、4强赛，今年更加头一摆进入冠军赛。啊，伫冠军的第4节，有上强高中生之称，这个陈宗湘呢，伫1秒9制胜投出2分球，率先带领着这个光复高中呢摕到冠军。啊，即摆呢得到市长颁发的奖金，这首奖嘛真鼓吹，讲会教家长袂家己乌白开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